根据贵州合并胃肠科医生表示，不管是感觉疲劳亚身、抽血以后肝指数较悬，或者是细心患者已经知影患着四型肝炎，透过指数转来治疗的。结果透过全基因抗病毒药物，食8礼拜到12礼拜以后，肝指数甲病毒量已经正常。医生强调，目前治疗慢性四型肝炎的新药会当讲是仙丹。目前的发展已经到治疗的药物的话，有全基因型口服的抗病毒药物。那它有几个特点，第一个就是说它的疗程短，最少可以是8周。那还有另外一种药物是12周这样子。那再来就是说副作用少，过去以往一些比较严重的副作用，都目前在我们服用药物的病人身上已经都看不到。那有副作用的比例也是相当的低，大概不到10%。那再来就是说治愈率的话，可以算是大大的提高，可以高达95%，甚至我们这个全基型口服的抗病毒药物可以到99%。另外嘛，因为感染四型肝炎通常无啥症头，根据109年估计，全台湾以往有20万左右的人唔知家己已经有啊，所以医生嘛提醒相关高危险群一定要主动进行免费的肝炎筛检。本身就知道说有肝硬化，或者说一些洗肾患者，甚至是一些施打这种毒品，或者说有一些就是不安全性行为的患者，这是所谓的高风险这样子。那事实上很多目前C型肝炎的患者，其实都是藏在社区，那本身可能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，像是糖尿病，那慢性肾脏疾病，或者是一些或者说忧郁症啊，或者说一些癌症，像淋巴瘤这种，都跟C型肝炎有关。那所以这些病患如果说不抽血，没有去验C肝病毒的抗体，是不知道说自己有这些症状的。既然目前新药效果较好，病院嘛甲社区医疗网合作，只要诊所验出相关阳性，得当就近来病院治疗，千万唔通拖。电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。